刚出生的马蹄像极了一块果冻，Q 弹爽滑，韧性十足，可以防止娘胎里的小马踢伤妈妈的肚皮。刚学会跑步的马儿走路不稳，因为胎体没有完全的硬化和脱落，小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磨掉自己的胎体。因为在野外危机四伏，小马很容易被其他的公马咬死，这个时候母马就会抡起蹄子，驱赶一切企图伤害孩子的外敌。宝宝的蹄子是妈妈的软肋，妈妈的蹄子则是宝宝的铜墙铁壁。马蹄就是一匹马最强大的防御武器。马的腿部肌肉发达，蹄子坚硬，踢东西又快又准，脚踩西门庆，拳打镇关西，掀起你的头盖骨，踢碎你的马杀鸡。有些狗子很好奇，没事喜欢闻马腿，结果就是被踢到找不着北。当然，如果你成了它的朋友，马蹄就会变成你温柔的接替。和人的指甲一样，马蹄一辈子都不会停止生长。假如长期不修理，最后就会变成指甲精，类似于这样。所以定期修理马蹄，钉上新的蹄铁，这是养马人的日常管理。有些师傅还会用烧红的马蹄给马掌做定型，同时也可以杀死马掌上隐藏的细菌。总之，修完马蹄，钉上蹄钉，马儿就如同刚刚剪完头发的你，神清气爽，开心到飞起。下面有观众可说。